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阮伫个旧历史年前，会想要一个主日礼拜，会当搁做伙伫个圣殿当中，咱做伙来敬拜伊、学路伊。首先，咱做伙来为着几项代志来献上咱的祈祷。头一项，咱为着搁再来新的一年，来去甲神、甲主的关系，会当搁较亲密、搁较激烈。过来为着教会中所有的病痛、肢体、心灵软弱、失丧、亲人的，咱献上咱的祈祷。那么为着教会的牧者，中一堂工、团契首长、团长、区长、小组长、加行政的同工，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做伙出声来同声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将我的死来救我，主啊，你的心里能够在期待，让撒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未来新的一年当中，主用灵感来同在，主感谢你，将万有丢万美的主上帝，感谢你带领阮行过这一年的顺境甲逆境，互阮伫个旧历年前的上尾一个主日礼拜，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用诗歌、祈祷甲学乐来亲近你、敬拜你。阮将家己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伫个未来一年的日子当中，主啊，求你搁较深会来提醒阮，互阮拄着困境的时阵，主啊，互你求你来赐予阮的力量，赢过阮的软弱，互阮有信心、有爱心，搁较顺服上帝，你搁较承受互阮的灵命。主啊，感谢你，求你翻转阮的生命、阮灵命，互阮搁较进一步来甲你结连，甲你同齐，三当行。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阮嘛为着教会中需要你病痛肢体，阮求你来赐恩赐福医治因。主啊，你是阮的医治者，是阮的安慰者，求你亲自医治教会中身体软弱、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愿你的圣手扶持，因为你赐下心灵的力量，互阮伫个软弱当中会当经历你的带领甲信心。恳求你安慰的心、安慰的灵，会当临到失丧家人的心中。主啊，求你亲自刺激因的目屎，求你安慰因、抱着因，互因伫个悲伤当中，永远会当拥抱你，对着对你遐来的平安甲盼望。主啊，你是人民的主，求你来抱着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阮为着教会所有的牧者，中一堂工，通过手长，阮全然交托伫你的身手，求你来看顾帮助因，伫因服侍中，因忠心来献上家己，求你赐因智慧甲气力，无论伫个牧养、管理，也是服侍顶面，拢有靠着你的恩典，共强壮大。求你保守因的灵命，互因伫个无形当中，永远会当甲你亲近，甲你相结连，得到属天来的智慧甲力量。主啊，保护因的家庭，赐下平安甲福报，互因伫个服侍道路顶面无得野线，反倒转来有圣灵的充满，带领教会行伫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愿你伫个新的一年当中，带领阮的教会每一人拢会当搁较深来经历你的听甲恩典，拢真做你合用的器皿，见证你的荣耀，真做这世代的祝福。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大事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希望，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要真多，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里的明白。手内，做你一生的起步，主领充满世界，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里的明白，保护我无你试探，带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发生的地动，咱现场来祈祷。即早起，我过一届地动，叫我伫咧厝诶小可天听，因为即个地动伤过频繁，所以阮着求主，咱当时来祈求主来翻转即个土地，求主来赦免咱的孽罪，掌管平息即场的火灾、地动的灾害。人民帮赞医治受到损伤的人民，互家园会当快快来恢复。上尾啊，咱嘛为着今日2场的主日礼拜的定数，自头到尾，甲学务所的讲道、信息的分享，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做伙压头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你是我的神，你将上我的万民，你是我的主啊，我祈求你，恳求你来帮助我，伫个美国这个大会，咱南部最近的地动、连续的地动发生在南部，我献上我的祈祷。主啊，你是人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这个全地的主。主啊，恳求你来帮助，恳求你来看顾。真的主，感谢你，阮。做伙为着美国加州的大火，阮甲最近南部地区连续发生的地动，愿献上祈祷，求主保守受灾百姓，赐下平安、力量甲安慰，嘛求主带领救灾工作会当顺利来进行，盼望所有受影响的家庭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只是阮。为着今仔日2场主日礼拜，一规个定数愿献上祈祷，自头到尾拢求主你来带领，求主你来掌管，信心就运行伫这个圣灵当中，感谢做伙，带领每一个细节对敬拜、祈祷、信息的分享，甲兄弟姊妹彼此的沟通，拢会当应用主，互阮得到造就。愿主大大过我校书，互伊的讲道充满智慧甲力量，互兄弟姊妹心内会当互彼此的话语来感动，你就快乐甲平静。主啊，求主你赐下宁静阮的心，互阮伫敬拜中来亲近你，经历你的奇妙的恩典，愿按做伙安尼恳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希望，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真多。
会友来起立，咱做伙来敬拜阮的主，做伙来我的大大事予我，为大我的心肝，将你的伟大是我，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称谢。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日起头，带我拖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主，做你人生的起步，主听将我世界。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日起头，带我拖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人生的起步，主听将我世界，做你人生的起步，主听将我世界，做你人生的起步，主听将我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的信心。主温柔的心情，点滴我的内心，陪伴我的旅程，心事平静甲安宁，予我你满足心。主听他的真理，更叫我落寞你，我身躯你扶持，心所稳定甲安慰，你的听真正安定，你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接。无论环境好歹，因我落落敬拜，你好调的所在，我要欢喜迎接。无论环境好歹，因我落落敬拜。因我行路的时做我道路，我行的时做我活命的这所在，献上你的爱。因我行路的时做我道路，我行的时做我活命的这所在，献上你的爱。因我调的所在，我会欢喜迎接。无论环境何来，因我落
就来欢喜，大声来学咯咱的歌，哈利路亚。来到社区，来到社区，咱着坐下来尊重大公道。来到社区，来到社区，咱着坐下来尊重大公道。只有你看你而乐的时阵，我在现在的考验我，万民着跪拜，人人着信你，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来到社区，来到社区，咱着坐下来尊重大公道。来到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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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着坐下来尊重大公道。只有你看你而乐的时阵，我在现在的考验我，万民着跪拜，人人着信你，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你看你而乐的时阵，我在现在的考验我，万民着跪拜，人人着信你，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基督。咱来用信心，上个杯手，学了全能的主上帝。我若全能的主上帝，作我的大君王，你做你大开那拯救，你着了尊重。听你的人，着真的圣殿，让我甘心欢喜称赞。哦，罗马路的主上帝，愿你实在记。保护照顾你袂受害，软弱的祝福情，你将我。
常常看顾你，定心来唱，主那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会辅助你。我着真啊，无落天边，无落伊大光荣。世间情人拢叫这声，无落伫面前。人讲阿门，留住眼光我显现，永远落落伊的恩典。大是阮听阮世间人的主，阮的上帝，我要学乐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上帝，你是造化的大君王，所以阮才会受恩的囝儿，用感恩的心来到主你面前。主啊，过去旧历年一年的年冬，上帝你亲自看顾甲保守，互阮领受到无共款对你来的恩典。伫这年尾最后一个主日，阮带来感恩的祭来到伫你的面前。主，阮伫你的面前要欢喜而乐，要感恩谢谢，阮也要伫你面前谦卑恳求，也愿阮的敬拜诚侪芳芳的祭来到伫主你面前，得到主你的接纳。虽然伫这个假期有兄弟有度假出外，也有的转去到家己原徛家的所在故乡，总是阮拢要共情的心伫遮组织敬拜，无论伫实体也是线顶，愿阮的敬拜拢有主你的接纳，互愿阮的儿女有上帝你的荣耀伫阮的中间。感谢你甲阮同在，也赏赐阮2场的礼拜，对头到尾，上帝圣神伫阮中间来做工，来开启阮的心门，来激励阮大家同心合意的儿女敬拜甲感谢。伫你面前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犹原徛伫吼，咱大家来纪念啊，伫咱即个投影片内底新的界面，大家做伙齐声来读。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感谢，请坐。兄弟姊妹，伫开始咱下面的经书，牧师做一个邀请吼，咱小等的讲道了后，有一个异地的祈祷，一个月，咱有一个同心的祈祷的时间，所以咱鼓励伫5楼、伫4楼兄弟特别有需要代祷、有需要领受祝福的，恁免客气，勇敢吼，伫唱诗歌的中间来到主面前。咱邀请咱的代祷团队、咱的小会、咱的小组长也备办心来做服侍，也请代祷咱的这个敬拜团做伙来吟迄个祈祷的诗歌吼，愿主祝福咱今日的敬拜，荣耀的主，咱个时间交予咱的师会。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27篇，启应文第27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下万国。
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真爱提拔善家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袂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大官人、慈悲怜悯、救赎阮的主天父上帝，阮要因为你的快乐来欢喜，因为你的拯救，阮要欢喜学乐你。愿阮嘴所讲的、心所想的，拢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感谢学乐主天父上帝。过去年日对教会中一同工每一个侍奉团队、牧区小组的带领，互阮通过逐项宣教事工来搁较明白福音使命。阮的组织是为着无信的人来存在。迄名阮的伊的上帝啊，恳求你赦免阮时常伫父母无明的时来犯罪，真歹看见你的祝福，求你帮助阮想起你的应允，互阮会记得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毋望甲喜乐的源头，你的疼哪光照伫阮的生活中。伫这新的一年，互主耶稣你成做阮性命的脚目，带阮到宽阔的所在。伫新的一年，阮嘛要为着甲人的关系来向你献上祈祷。无论是夫妻关系、教会兄弟姊妹、职场的同事、学校的同学师生，恳求主帮助阮，伫破碎的关系内面，求你伸手医治恢复。互阮生命结出信心的果子，做正人看做好的事，着尽所话甲正人和睦相处。春节期间，阮也恳求主将平安喜乐赏赐伫每一个家庭，保守外出的兄弟姊妹出入平安。伫真侪流行传染病时，恳求主保守大人囡仔的健康，特别嘛要恳求主耶稣你的疼甲安慰，临到新心灵病痛软弱的兄姐，以及最近失去亲人家属的家庭当中，恳求主是一个保护也坎加州失火的这片土地，也阁有嘉义地东南部山区内面损失的灾民，阮向你来祈求属天的平安进入每一位灾民的心中。感谢天父上帝，今主日有你美好的引带，信心充满阮。透过夏牧师的话语，互阮谦卑领受主遐来的声音，成做阮生命的帮助。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讲述上帝的话。今早起的圣经节有2段，第一段圣经记载伫《申命记》第4章39节到40节，第二段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所以今仔日恁着知，着会记得天顶地下只有上主是上帝，以外无别个。
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的规例甲诫命，恁着遵守，互恁甲恁的后代通得到福气。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久长徛起。第二位圣经，耶稣离开迄所在，退去泰尼甲西顿的境内，拄好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人对迄地区内大声喊：主啊，大逼的囝怜悯我的查某囝互鬼附身，真艰苦。耶稣无甲因应半句，伊的门徒来求伊讲，甲伊赶走，伊缀伫咱后壁直直咧喊。耶稣应讲：我受差派，只有是要找以色列家失落的羊。毋久，妇人人来跪伫伊的面前讲：主啊，请帮助我。耶稣讲：摕囡仔的食物迄互狗仔食，毋好。妇人人讲：主是啦，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油仔。后来，耶稣应讲：妇人人，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愿实现。伊的查某囡仔伫迄阵就得到医好。以上愿上帝赐福听透伊话语的人，献诗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我心尊主最大》。献诗煞请夏牧师正道，题目是年终为信心甲恩典。
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乐队伫咱中间用诗歌来服侍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伫咱即个过年前的主日，咱当正常伫遮来聚会来敬拜。咱的教会吼，慢慢变成一个算讲外来移民的教会。现在安怎讲呢？是咱伫即个过年的大节日的时阵。咱真侪兄弟会倒转去家己的故乡，有诶是出外旅游，特别咱台湾即个社会变化吼，咱较早是爱过正，大家拢转去家己的厝啦，吼，所以以前是咱教会咱领子足侪出外足久吼，一年也是久久转来一摆的兄弟，所以是过正时礼拜愈闹热吼，但是咱的教会无啥相像，因为咱颠倒过正时出外的较济，当然嘛甲度假有关系。总是咱会当伫一年对年初到现今做伙伫教会来受造就、来服侍、来学了上帝、来交陪，这是上帝互咱的听。咱感谢主，咱要伫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做祈祷。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伫旧历年最后一个主日，阮伫即个所在同心聚会甲敬拜，愿上帝平安甲阮伫地，也愿你的恩典疼痛，通过阮领受你的话，得到大的快乐甲学习，也常时伫外地也是伫线顶的兄弟，阮做伙同心聚会，也同心敬拜，愿你感纳阮伫你面前的服侍，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即个年尾的时阵，通过这两段经文，要甲咱大家三甲来学习。头一段经文是《申命记》的第4章39节到40节。这段经节是上帝在提醒，也是讲叮咛这以色列百姓，因要入去到迦南地出来入去到迦南地，上帝对因的两点的呼召。头一个呼召就是讲，要知就会记得。天顶地的只有主是上帝，以外无别个。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所在接触当地文化、当地侪的神明检查对信仰无介清楚。摩西受呼召，引带以色列百姓出来，要进入到迦南地。因若是要追求一个自由的所在，一个会当按基督业的所在。因阁是咧，阁一遍来敲找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通阁一遍来确认尊主最大、敬畏上帝。所以讲天顶地的，表示所有一切，拢爱用主最大，而且是无别的，无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上帝头一个提醒。然后伊讲，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的律例甲诫命，这是讲恁着遵守。摩西爱遮个以色列百姓，都爱遵守上帝律例甲诫命。伊讲，即款的遵守是带来应允的，就是恁甲恁的后代通得到福气，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来久长徛起。当伫今仔日即个春节的最后的迄个旧历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希望通过即个搁一遍提醒咱兄弟姊妹，伫咱所有的生涯中间，咱拢咧追求真多咱个人家己所爱的，但是请会记得咱就是爱，亲像这段经文所互咱的学习，伫咱最的追求中间，毋通用别个来代替上帝。所以下面阁有一段经文，咱等下会当做伙学习吼。这个上帝的恩典甲应允有3项的提醒，头一项就爱记条，毋通袂记起。讲天地的中间只有主是上帝。咱人伫生活生命中间有真侪引诱，也是讲真侪互咱的一个无共款失迷，所以申命记者一直提醒以色列百姓讲，
恁都爱会记哩，毋通安尼怎疏忽去，就是天地中间只有主是上帝，而且第二爱遵行上帝颁布的律法甲诫命。上帝颁布的律法诫命，毋是要甲人束缚的，是要通对迄个法度的中间去找到安稳，找到自由，找到稳定，找到束缚。第三，伊的应允是讲家己甲子孙的确事事顺利，要继续住伫上帝所赐做永久产业的土地。这三个是牧师伫即个年尾的时阵，用即个话搁一遍来甲咱三甲勉励甲学习，就是伫咱侪侪的成就、侪侪的堆砌，也是侪侪的即个拥有的中间，请会记得，咱爱伫主的面前，搁一遍确认咱的信心甲信仰。就像拄则咱做伙坐念新的诫命共款，讲我著爱听主、听上帝，也著爱听人。伫即款的诫命的中间，咱要来学习伫新约的圣经一个真特别的故事，就是一个妇人人为着伊的囡仔，为着伊的即个查某囝，互鬼附身来对上帝、对耶稣来求医治的故事。用即个对照，一个外邦的妇人人，伊安怎天条即个信心，来对照咱家己是一个基督徒，要安怎来强调伫咱中间伫生命顶面，甲主搁较深的结连。即句话是耶稣所讲的，讲妇人人，你的信心遮尔大，你的信心遮尔大。也毋过即个故事即段经文差不多是一寡新约的圣经的学者，伫感觉讲耶稣甲即个妇女对话感觉真好伫了解，也是讲真无清楚，因为内面的话中嘛有话的意思。咱要对遮来学习到一位外邦的妇人人安怎来追求耶稣的医治。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圣经记载讲耶稣离开遐，退到泰尼西顿的境内。咱以早的原来旧圣经，咱是讲推罗西顿，较惯势啦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呢，若是照当时的地理来讲，耶稣是带门徒离开迄个吉利撒勒，也就是讲即个加利利即个环境。即个加利利已经是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北边算较靠伫北边的地区耶稣大概传福音，拢用即个加利利海的周边来做伊传福音的，已经离原来的圣殿的地点已经足北边无打算讲伊即边搁去到搁较北边的所在。伊讲差不多北边40公里的泰尼甲西顿，迄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当然，咱来了解当时的环境犹太人以外四周围，像咱讲撒玛利亚人有遐个外邦人拢真混杂伫迄个所在。即个地图大概小可互咱了解到伊的位置啦加利利海已经是受伫耶路撒冷的北边但是耶稣特别行足远40公里，差不多咱遮行到南仔坑呢也是对咱遮行到白河呢遐尼远的所在，较早交通工具真无方便，耶稣特别的到即个所在，这是真罕得的。因耶稣一直拢是利用加利利海附近来传福音。咱遮会当搁较清楚即个地图啦就是耶路撒冷伫较下面，北边已经要去挖到伫迄个黎巴嫩、叙利亚迄个环境遐有真侪外邦人住伫遐。伊写讲有一个妇人人知影耶稣来到泰利西顿的所在，就出来跟对耶稣的后壁面讲：主啊，代表的子孙可怜我；主啊，代表的子孙可怜我。但即句话对咱一个基督徒来讲，感觉迄是真自然的事。也毋过，若是对一个外邦人，特别
犹太人甲外邦人平常时就无咧来往，搁较毋免讲主啊，代表的子孙，即个毋是外邦人爱要讲，也是伊惯势讲的。即个故事就对遮开始。犹太人来呼求耶和华，祈祷上帝，因称呼主啊，因为这是因所信的上帝。但是迦南的人拜家己的偶像，无相信耶和华呢。而且马可福音特别也有介绍讲，即位迦南附近人是希腊人啊。希腊人属于叫做苏利腓尼基族，苏利腓尼基族，表示讲即个民族吼，甲犹太人是格格不入的，平常时无咧往来。这也是为何当即个妇人人咧喊主啊，代表的囝的时阵耶稣无应半句，伊的门徒佫而且讲着真白贴的话，讲甲伊赶走，伊对伫咱后面直直咧发。这产生两个真特殊的情景。第一，耶稣来到泰尼西顿是要创啥？伊知影遐无，毋是讲无啦，是讲足少是犹太人啊，是正外邦人伫遐。第二，有一位听见耶稣来，就到伊面头前话讲主啊，代表的子孙。这叫做一个这个故事的一个争论的焦点吼。因为代表的子孙是犹太人心中称呼弥赛亚的另外一个意思。圣经甲传统代表的子孙，就是咧讲弥赛亚，表示对这个弥赛亚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愿望，但竟然是对一位外邦的负责人所讲的。而且伫当时的这个民族的背景吼，希腊人若是照罗马统治的阶层来讲，希腊人事实伫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是较关键的地位，颠倒是犹太人较低哦。但是对伫信仰甲宗教，犹太人佫甲即个外邦人、希腊人感觉讲恁是外邦的吼不上台面的，无受上帝祝福的，所以因是无咧接触的。这是真趣味。咱看见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讲话，耶稣来到泰尼西顿这个所在，甲一位外邦的妇人人来对话。这位妇人人也无讲伊是叫做什么名，但是伊只敢单纯讲，伊的查某囝互贵妇生，需要大能的主来带保护伊的囡仔，会当脱离。所以这也表示讲，这个妇人人的确了解这个信仰，而且会当讲伊真确信，伊就是迄位先知所讲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做新的事，就是医病赶鬼、洁净，互人来告我。所以兄弟姊妹，咱通对这个话语的对话中间，但看见讲迦南妇人人的信心甲稳定。妇人人查某囝互贵妇生真艰苦，伫这个艰苦中，伊知影，这个困难毋是人的困难，是属灵的困难。这属灵困难爱去超找到，像咱伫《申命记》所讲的，天顶地只有主是上帝，无别个。伊的确伫个外邦的环境中间，嘛有真侪神明，嘛有真侪偶像，伊真愿望个查某囝能得到医治。但伊知影，这个时刻，这个属灵的官兵只有主，所以伊就到主的面前。但是伫这对话中间有真，互人感觉真特别，嘛是讲真袂当了解的对话啦。当然，圣经学者有真侪解说，但是咱用着一个迦南妇人人的信心的角度来看见耶稣甲这个妇人人的对话，因为这对话耶稣互伊有真大的挑战甲试验。伫迄个道有真侪道话吼，伫为着这个耶稣甲妇人人的这个道话吼，真谦卑伫耶稣面前甲伊求讨吼，拢无共款的道话安尼。这张图吼，特别有讲起着讲
这是一个老母的信心，一个老母的信心。啊，那耶稣甲伊对话两段吼，真特殊啦吼。第一，伊讲我受册只有是要找以色列失落的羊，表示讲啊，我来到推罗西顿、泰尼西顿这个所在，啊，我佫甲负责人讲我是要找以色列嘅失落的羊，安尼伊来推罗西顿，改成毋知要为着什么目的吼。好亲像一个，要互这负责人知影讲，阮犹太人大概阮的任务甲身份是安尼呢。耶稣捌伫这段经文的以外有写讲，有捌记载讲耶稣找的学生去到犹太人的百姓中间来传福音，来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描述一个话讲，恁亲像羊入什么？羊入狼群啦，入狼的狼群安尼。啊，所以啊，伫耶稣在讲话中间，这个负责人无受影响，伊感觉讲，安尼要找以色列失落的羊，但是我所需要的，就是主帮助我，帮助互我的查某囝会当得到好吼。啊，所以头一个就是一个，好像就看起来是摆贴，但是对伫真侪圣经学者研究讲，伊并毋是因为安尼要拒绝，有人是讲对负责人的信心的考验，有人是咧讲起着耶稣伫迄个环境的中间，要互伊知影，当你负责人对我，甲我对犹太人的态度中间，你到底有甚物需要？第二段耶稣讲啊，搁坦白讲，摕囡仔的食物迄互狗仔食毋好，哇，这搁较严重吼。啊，好似就甲即个外邦人当作是狗仔，但是咱知影讲，伫当时犹太人的环境的中间，啊，即款的背景、民族的即个差别，有时伫因迄个时代听了是了解，但是即个负责人呢，伊并无因为安尼就退去，或是讲有人感觉受自尊受侮辱。耶稣咧讲这个话时阵，有一个圣经的解释讲，当豺狼伫外面，咱都要入去遐，啊，要甲伊挽回啊。啊，当伫厝呢，迄个狗仔吼，狗仔嘛是咱厝内的人啊。啊，当然这是一个解说，毋过耶稣伫即个所在要互负责人知影讲，当即款的情形，当你也会当接受袂？负责人讲主是啦，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油啊。啊，这个话有真侪的解说，无当讲完全直白的了解啦吼。但是负责人拢无受耶稣讲的话来拍倒，嘛无伫遐来甲拍退。但圣经的简介到这煞感到一个真大的紧张，因为耶稣好像在拒绝伊啦。但是当负责人勇敢对耶稣提起讲主是啦，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以外时阵，耶稣的回答是完全无共款。耶稣应讲，负责人，你的信心遐尼大，照你所爱，甲你成全。所以讲，伊的查某囝就好起来。白话字圣经安尼记载讲，负责人，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愿实现，伊的查某囝伫迄阵就得到医好。耶稣有真侪的，特别是伫路加福音，有真侪所在拢记着伊甲外邦人，外邦人互动，也是咧讲起外邦人来得到信仰的故事。耶稣借即个机会，伫迄个所在，要互伊学生知影。因为学生本来是爱耶稣讲，甲即个赶走，表示讲阮来吼，无咧甲外邦人接触。学生真惊，也真无爱。但是耶稣竟然甲伊对话，虽然对话中间产生真侪，好亲像互咱袂理解。毋过耶稣最后伊互伊的回答是讲：负责人，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愿实现。伫井边的负责人也好。伫即个所在，迦南的负责人也好，耶稣基督看见遮个人来通过信心成做信仰的一部分。
这也咧印证，互咱兄弟姊妹大家安怎来学习讲，一个外邦的负责人，伊就对上帝的信心甲瓦靠遐尼大，但是咱一个进入到上帝的殿，领受上帝祝福的百姓，咱检视搁较着爱强调伫即个信仰。小等下咱即个讲道煞有一个大道，咱来看见耶稣来医治侪的这病人，伊上大的一个观点，一个点就是讲你的信心医治你。所以咱即个联合的即个医治祈祷，毋是一个仪式，是爱要你伫主的面前谦卑求讨，靠信心来领受上帝恩典甲医治。伫福音书的中间有侪摆记载，是别人来替即个病人来求医治的故事啦。意思是讲，毋是我本身，但是我是替别人祈祷。咱看见马太第8章，8种为着一个变碎的萝卜来求耶稣医治；约翰第5章，一个做官的吼，为着伊要死的囝儿来求耶稣医治；伫路加第8章，有讲到一个管会堂的睚鲁，为着要死的查某囝来求耶稣医治。马可第2章佫记载讲，有4个人，4个朋友，伊讲到一位变碎倒伫坡仔顶面的一个人来见耶稣，因为会堂真侪人，因就拆厝顶对顶面，甲即个病人坠落来伫耶稣面前。第9章有一个人，迄个A教鬼附身，为着即个A教鬼附身的囝儿求医治。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这个故事，拢咧显明一项事，就是你家己会求医治，像一个负责人去望着耶稣的衫躯来得到医治。甲即个包括今日咱看即个迦南负责人，为着家己的囡仔来求医治，迄款的信心，迄款毋惊任何的困难，一直牵调伫主，然后甲主讲：主啊，你是主，你是大美的子孙。求你帮助我，甚至耶稣所讲的话，互伊有一款的条件的时阵，伊有愿勇敢讲。但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油啊！伫这故事的中间，兄弟姊妹，我要爱咱做伙做一个省思甲思考。当即个负责人的囡仔拄着病痛较艰苦的时阵，伊无顾着一切，包括民主，包括伊家己无共民族所带来的条件，伊就是坚心决意。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有去超越着即款属灵的困难，咱爱对主求讨，迄款的坚决，甲即款的信心嘛无。咱通做一个伫年终来学习着即个信心，甲得到恩典的祝福，信心甲恩典的祝福，就是上帝爱伊的百姓，用敬奉独一真神，遵守法律甲诫命，来领受着真正的祝福甲恩典，也为着下一代子孙蒙福来铺一条轨道啦吼。以色列百姓要入去迦南地，是一代过一代。伊先确立一个清楚的信仰，敬奉独一的真神，毋是干那讲我求，我的子孙得到福气，是我安尼做，然后我引带我的子孙来行伫这条受祝福的道路顶面。所以，咱的信毋是只干那个人，是咱爱甲这个美好的信仰传承伫一代过一代，特别是这个过程的时阵。我真意爱咱兄弟姊妹伫无共款的活动交流，也是亲人朋友做伙时阵，咱搁一遍伫咱的家庭中间，大家来互相鼓励、互相提醒，伫咱人生最追求中间，毋通袂记哩咱的主，强调伫即个信仰，行伫恩典的道路，像一条恩典的轨道，继续伫顶悬跑走。兄弟姊妹，
咱人敬奉真神，遵守伊的法律甲诫命，是对信心甲瓦靠。甲咱负责人拄着遐尼多的关卡，遐尼多的条件，学生对伊真无客气，爱甲赶走。就像伫别个所在记载讲，有个囡仔吼，有遐个做爸母的抱囡仔要互耶稣来甲伊祝福，遐个学生嘛是安尼，原足排斥。因对耶稣基督的迄个想法拢无相共，伊敢若要保护耶稣的感觉安尼。所以后来即个迦南妇人人互耶稣称赞的信心，毋只敢若是伊是异邦的妇人人，伊搁较是一个疼囡仔的妈妈，而且伊克服遮个当时迄个民族互相的对敌的中间，伊进入到伫信仰的核心。所以迦南妇人人伊谦卑，伊讲是啦，主啊，狗仔嘛食主人桌顶落来饼油啊。意思是讲，主啊，就是饼油啊，我嘛愿意啊。若是主恩典，我即款的领受，我就有够额。显示伊足急迫甲信心。所以兄弟姊妹，咱通对迦南妇人人的信心所带来2、3项的学习啦，甲较有道。第一，伊克服真不利的条件，伫个生活环境内底，无人信耶稣，无人认捌遐尼多清楚耶稣的教示，但是伊的确是伫查某囝咧艰苦咧追求的中间，伊听见有一位人主耶稣基督来到伫推罗西顿。伊若毋是遐尼得意，要哪会知影讲有一个耶稣带学生来到推罗西顿即个所在？所以伊是真大声克服即个真不利的条件。因迄阵吼，要行40公里去到加利利嘛，真困难的事。这我想着讲吼，咱拄啊旧年台南庆祝嘛想庆祝种纪念讲台南400年有无吼？荷兰人来台湾伫迄个时代，咱有真侪遮个西拉雅族的兄弟吼，因来信主所以后来经过200几冬吼，因为郑成功来台湾了后，就搁甲遮个信仰拍转去拍转去遮个西拉雅族原来住伫咱台南啦，咱的府城即个所在啦吼，住伫北平遮个庄社，亲像新市啦、鲜花啦、嘉里啦吼，麻豆遮个所在，因为毕竟世代变动，遮个西拉雅族拢一直刷伫山区去安尼。咱知影后来吼，遮个山区的百姓伫迄所在生活，到后来马国医生来台湾宣教。咱知影讲吼，真侪遮西拉雅族的人吼来信主的，来信主，足远的所在吼，足远的所在，因拢来信主。当然有人咧称呼讲，因的祖先吼，因的祖先有甲遮个子孙讲，咱有迄个红门亲情啦吼，红门亲情所以看到马国因遮个人来讲，就甲咱祖先讲的共款，所以因真容易接受主。当然无迄个汉文化，遐个迷信啦、偶像的信仰也有关系。但是迄个时阵有真侪山区的百姓，因为着要得到医治，有人是安尼，较早听讲用迄门棒吼，门棒甲迄病人扛的，行入来到咱府城看西街是讲即个新楼即个所在，来要追求医治。所以伫公仔林、伫木沙吼，伫即个左镇，伫搁较深入的即个口边搁入去，所有的登山吼，遐山区的真侪百姓足早就信主，而且因的礼拜因的礼拜堂吼，拢足早就设立呢。因历史拢伫要到咱的106年吼，要差不多甚至搁较中部吼，大社迄个所在。大社迄个所在嘛是山区方圆，搁入去遐，遐嘛有足侪
原住民当时的这个平埔族，比一般汉人更较早来信主。意思讲，因克服遐不利的条件，为着要求医治，来找当时这西医的医生来治疗，因不辞千里啦，就是唔惊着一切环境。这甲咱这个负责人的信心，互咱会当感觉真一个对照。咱嘛要听见当时的公仔拿的这个顶一辈的会友，迄阵吼，公仔拿教会也未设教会，有真侪当时早前的祖先吼，因行路吼，行规暗的，有诶行去到基后做礼拜。你看对公仔拿行去到基后搁偌远，迄是2日的行程呢。一日去，礼拜煞就搁转来安尼。所以当即个信心有够的时阵，迄个地理就无搁再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今仔日咱开车骑车坐车一个就够啊。但是迄个信心，互你感觉真远啦。所以有时看到真侪会友，大家咧开讲咧讲笑讲，会见到吼较远的会友吼较早到呢，住较远的会友，因为知影讲时间歹窒吼较早到，等到住伫教会附近的吼会友较慢到安尼。所以即个负责人伊克服了即个地理不利的条件，而且掌握着机会。知影耶稣来的时阵，伊为着疼查某囝，为着查某囝要得到医治，所带来一个信心。第二，伊克服互伊绝望的应答。耶稣的答话并毋是有偏见，是咧试验伊，是讲你来找我到底是有甚物目的？伊要看知影负责人的反应是如何，想确定伊顺转的信心，确定伊顺转的信心。第三，靠稳定的信心，这个负责人的态度非常的坚决，伊就伫主耶稣的面前讲：主啊，主啊是一个完全的顺服的意思。主啊是一个亲像上帝在要求这以色列百姓讲：恁着知，着会记得，天顶地只有上主是上帝。主啊，表示无别的。这位迦南的负责人。伊的信仰颠倒是比原来在认捌上帝的犹太人更较坚实。所以兄弟姊妹，咱用《申命记》的应允，甲负责人的信心来互相对照啦吼。伫咱人的人生的中间，有时咱会拄着期望甲实际现实真大的落差的所在。兄弟姊妹，你会当亲像即个负责人，为着疼查某囝。为着要得到医治，伊勇敢克服遐个学生的排斥，耶稣用话来试验伊，伊坚决信心就是主啊，请帮助我。对负责人的信心，我希望咱也伫即个年底的时阵，咱讲对年头到年尾来检验家己，是毋是咱伫即个信仰的顶面，咱有领受到即款的瓦课，是毋是咱拄到什么款的挫折无顺利，还是拄到什么款的困难，你对上帝开始有怀疑？你毋知影讲，伫上帝主权的下面，有时咱拄到的考验是伊另外来提升咱信心，带来新的祝福的开始。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年尾的时阵，做伙大家学习用信心。来迎接新年所予咱上帝应允。咱搁3天伫拜三吼，咱就要来搁一遍到教会来做伙新年的即个清谢礼拜。咱迎接农历的新年，咱愿每一位咱的富强人，每一位主的百姓，拢蒙受因为咱敬畏甲信心得到的祝福甲恩典。这是咱。伫即个台湾的社会中间，看见过正的时阵吼，迄个庙事啦吼，遐个做遐个偶像崇拜是愈闹热，表示逐个人无一个人无需要祝福嘛，无一个无需要恩典嘛，无一个无需要人生的一个福气嘛。
但是咱基督徒知影讲，当你敬畏上帝，你认定天顶地的只有主是上帝无别的一生。上帝讲：你先认定我，恩典甲福气要对你，毋是用人的办法去追求，是上帝要对天顶来相处。愿咱学习到生命记所予咱的教示，也学习到即个迦南妇人人迄款的坚决甲信心，因为上帝的听，要伫每一位肯定话讲主啊，代表的子孙，即款的人的身上，愿主的恩典甲咱大家三甲伫地。咱大声来祈祷，然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有一个做伙异地祈祷的时间，咱有感动，有要受服侍的，咱请准备吼。然后咱请所有的长老、代祷团队以及咱的小组长准备来做服侍。咱三个来祈祷。主管上帝，感谢你恩典甲疼痛，互阮儿子伫旧历年最后一个主日，阮搁几日就要儿子新的新春的新年。愿上帝愿你帮助阮，互阮伫年终的时阵有一个信仰的思考，是毋是阮有尊主最大？互阮确认阮家己的信仰，天顶地只有主，你是上帝，你以外无别的神。主帮助阮，搁一遍确认，也知影通过妇人人的信心，阮虽然会拄着艰难、拄着挑战，甚至拄着侪的即个无确定，总是当阮靠信心的时阵，阮要亲像主耶稣学了即位妇人人讲，你的信心实在真大。愿上帝，阮人伫生活的中间，难免拄着困难甲挑战。总是信心要改变阮一切，愿上帝赏赐阮即款坚决的心，也阮天朝日子行往一个新年，上帝所赐福，新的年，新的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姊妹，咱要来吟首诗歌，赐我自由台语。咱请咱的敬拜团的人也麦克做伙来唱。伫咧唱的中间，我要邀请兄弟免客气。免歹势，伫5楼、伫4楼，咱行到伫头前，大家要为着这个同工，要为着你做服侍的祈祷吼。其他的兄弟伫原位，咱大家做伙来吟诗，唱这条诗歌，赐我自由，大家三个来吟。开始吟的时阵，咱就会让开始出来，免客气哦。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当你心灵有软弱，你的肉体欠安，需要代祷，还是你像这个妇人人安尼，为着你的亲人要来代祷的，咱勇敢来到主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咱免客气，行到头前来，来行头前哈。世间事有落苦担当，主的心话予我。伫头顶的兄弟免客气哈，搁一遍来。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咱有长老吼，甲咱的小组长，以及咱的代祷团队的同工，大家做伙来。较冷笑话袂要紧哦，吼，较冷笑话，甲较冷的吼，稍微宽一点没关系。继续，咱这个时阵，咱请同工来为着这个徛伫头前的兄弟，因的欠缺甲需要，来为着因来做祈祷甲服侍。咱坐伫原位，也是伫线顶的兄弟，
咱也伫主的面前谦卑求讨，就像这个妇人人的信心。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咱奉主的名来为着这个欠缺的人来代祷，上帝的恩典、教义的应允临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愿上帝医治也临到咱心灵的软弱，求上帝甲咱坚固。咱家己兄弟，一日愿为家己，也会咱为着家己的祈祷，为着你所疼的亲人的欠缺来祈祷。俾上帝应允伫咱面前所有的恳求，感谢主。咱敬拜团可能采取细声，过来吟。主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活出我心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途担当，主的心为予我。咱们唱兄弟拢起立，过来唱主的心啊！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途担当，主的心为予我自由。咱同心来祈祷，俾上帝，阮感谢你，阮看见这个兄弟来到主的面前，因有心灵上的需要，也有肉体上欠安的医治的需要。俾上帝，阮谦卑奉你的名来祝福因，因勇敢到主面前要追求医治，就像这位迦南的妇人勇敢来追求主同款。上帝求你应允因伫你面前的恳求，也通过向同工的服侍，看见上帝你的应允要临到伫因，上帝医治临到伫因，上帝平安也临到伫因。阮无论是伫头前，也是座位中间，也是伫线顶的兄弟，阮有愿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领受上帝对天顶来赏赐的平安、健康甲医治。也阮为着周报中间报告有真多的兄弟姊妹，有的有病痛、有软弱，有的伫厝里咧静养，有的长期咧静养的，也有的受癌细胞攻击的兄弟。爸上帝啊，阮开力有限，总是阮知上帝你的恩典无限，所以阮确信主耶稣基督受鞭拍，阮要得到医治；主耶稣受苦，阮要得到平安。阮也将这款的医治甲平安，伫上帝你面前来恳求求讨，求你赐福阮，求你赐福阮。爸上帝应允伫阮每一个伫你面前谦卑求讨的人，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拍手感谢主，请坐，大家请坐，请回座，请回座，感谢主。咱把时间来交换咱的词汇。请咱三甲来奉献，请书献即事同工开始传奉献地。即时，请咱备办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
请会众起立唱奉献诗歌。请坐。报告大师，请咱先来读本月金句，请掀开周报最后一页，请咱做伙来读。永远的活命就是认捌你是独一真神，搁认捌你找来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1月29号是咱新春礼拜，司礼由陈秋怡执事，后主日司礼郭信恩执事。请掀开第3页，汀州牧区小组聚会信息，请咱家己来过目。请掀开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大点。礼拜3是咱农历初1举行新出青社礼拜，请咱有备心来参加，嘛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第3小点，除夕感恩家庭礼拜，鼓励兄姐伫除夕1月28号的时日团圆围炉。的是来带领咱的家庭做伙来敬拜上帝。第2大点，小会公告，本会定伫2月23号主日来召开定期会员好会，请咱有备心来参加，嘛为着好会筹备顺利来带导。第3大点，2月16号主日会举行福音主日，蒋怡君老师的诗歌见证分享会。第4大点，本会门徒学校已经伫1月19号来正式来开课。第5大点，婚礼祝福的消息。本会转以敬弟兄王淑玲姊妹的公主转品成弟兄，甲李佳音姊妹定伫3月1号礼拜六下晡3點半伫安平舉行婚礼。伫遮，咱祝福新人的婚礼筹备顺利，嘛邀请咱为着因的家庭来代祷。第6大点，第2小点，今仔日咱周报内面有页更新周刊，是阿如姊妹所写的《耶稣的疼》，点燃熊熊爱火。伊有参加咱本会的智慧的抉择线上课程，伫吴灵基姊妹的带领，得到真大的帮助。咱会当来读伊的生命的故事。门徒培育事工演习会消息，请咱家己来过目。第1大点。门徒课程约翰福音研读会，伫每周拜四
下暗6:30到9点，请咱兄弟踊跃来报名参加。其他请咱家己来过目。掀开周报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请咱家己来过目。关怀大道事项，请咱家己来过目。第7页奉献的金额若有出入，请咱对财务部来反映。另外，咱司法班有报告，就是咱楼骹有春联会当来索取，另外嘛有磁铁的小春联会当互咱搭伫冰箱，这一份是300，那伊的金额会做来司法班的经费，那咱会当踊跃来做伙来响应吼。这是磁铁当搭伫冰箱吼。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先做一个介绍吼。提醒是咱伫顶礼拜日下晡吼，咱为着咱教会卫生弟兄安息来举行追思过日的礼拜。多谢迄天，咱的以赛亚牧区以及真侪兄弟来参加吼，来甲因关心。今仔日我看玉琪姐甲伊的囡仔有来中间吼，恁徛起来者，跟大家点个头吼。多谢大家的代祷，咱继续为着因家庭来祈祷吼。好，请坐吼，请坐。我有记你讲，咱顶礼拜吼来参加的人真侪啦吼。因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互大家。我知影讲，最后吼咧握手，最后几若位拢无摕到。因特别有摕几啊份，佫起来伫办公室。顶礼拜吼，咱若无摕到的，我印象介像春雨兄，佫名人执事介像拢无摕到。恁若有免客气啦吼。摕完为止，伫迄个因家己的公司所做一个足水的一个小手提袋吼。若顶礼拜有参加个别式无摕到的，请你去到咱办公室来甲咱的干事来甲摕安尼吼，用安尼甲咱报告。过来咱牧师有讲吼，讲咱教会吼，若过节的时阵都较少人吼。有诶较庄脚的教会是足侪对出外转来。但是咱教会嘛袂歹，嘛有人对外地转来。头一位是咱的南州牧师，南州牧师今日提早转来，来欢迎你。对花莲转来哦，真难得吼。不过南州牧师，咱进前哦，恁花莲定咧地动，即马煞换咱台南啦。早起嘛地动一届吼，昨暗嘛佫地动一届。牧师看你拄着讲，地动遐侪摆的，可能花莲较有感觉。咱最近台南吼连续几若工拢大小往一直咧摇安尼吼，咱。为着这个灾区的兄弟祈祷，我知影讲伫南西、伫玉井、南华，佫亲像伫迄个左镇遐，拢有真侪兄弟的厝吼。虽然无人员的损失是感谢主，但是迄个厝话红单袂大一啦。咱看正中会有要来邀请咱大家斗关心奉献无，才来甲咱报告啦吼。总共就是讲真欢喜，咱周牧师转来咱中间吼，咱也替伊伫花莲的生活来祈祷。佮另外一位更较远是雅丽姐妹，迄个魏鹏长老的阿姐吼，王雅丽姐妹对美国转来，有啊拍波欢迎伊一个，欢迎你，转来过正吼，请坐。咱足侪兄弟讲昨昏就出国啊，去日本啊，去倒位佚佗吼，咱嘛为着因出外一切拢顺遂来祈祷吼。拄则咱的师傅有报告讲，即个磁铁真水啦吼。咱拄则嘛有讲到迄楼骹吼有迄个春联吼。咱教会今年嘛即个春节的小春联，你的厝有需要会搭一张安尼红水水啊吼。咱会当落去楼骹甲伊领安尼吼。咱剩最后即礼拜过来就过正嘛吼。拢是过正的时阵咧搭春联，大家免客气，去领领完为止就对吼，领完为止安尼。咱当然即个司法班吼，因足认真写，迄楼骹吊足侪春联，你当索取。你若有感动吼，买即个磁铁春联来甲因奉献嘛，足好吼，互因咧即个事工会当继续发展。
牧师佫做几项的提醒。第一，咱新春的感恩礼拜，伫拜三，即礼拜拜三，就是咱拢用9点开始，欢迎兄弟，特别啦，咱鼓励遮个出外转来的亲人拢做伙来教会，伫新春的阵来献上咱的感谢，对上帝的感恩，会当团圆就对啦，欢迎大家9点来哦，另外咱若拜六，除夕啦，拜二暗时，听讲足寒啦，毋通去外口拉蛇，在厝围炉足好，大家做伙一个家庭礼拜，好无？牧师有将周报内底第9页有印即个简单的听书，咱教会咱家庭家己一个发送要做主理，来带即个礼拜短20分钟就好咱佫有伫咱的网络顶面也是咱的群组内面有搭一张简单的信息的分享，咱主理注意去搜寻迄个网络的顶面有即个简单的信息的分享就对啦请咱大家家庭你若讲除夕袂方便，咱礼拜迄个春节嘛会使大家做伙欢喜自集的时阵就会使一啦请大家踊跃另外咱拄则佫有一个提醒，就是讲我来看即个听书内底咱的文道学校顶2礼拜就开始但是我看见讲有诶去年加入教会有的人也毋知，所以也无参加，所以真可惜，咱一年开一遍课尔咱请小组长也是咱的同工鼓励遮还未上过课的来上这时间真方便，就是伫第1场礼拜的时间来上课，你若上课煞才来参加第2场礼拜，安尼一个早起拢毋免佫2遍工就对啦咱请小组长，咱团契的同工来鼓励遮还未参加课程的咱随时中午假日拢袂要紧，有诶课无上到后抓咱佫上嘛袂要紧这是咱的课表咱搭伫即个咱的即个电梯遐嘛拢有第二个邀请就是讲，这是咱的圣歌队特别邀请一位专业的音乐家叫做江怡君老师，伊是花腔女高音要伫就是2月15拜六先来训练遮个圣歌队，隔两天呢，伊要带圣歌队来唱歌，伊家己嘛要，因为伊都女高音嘛，要家己来吟诗，特别伊要做见证。我听到咱的队长甲咱的林清老师讲，即个江老师就是林清大学的时代，林清长老大学的同学。伊伫伊的专业有足好的成就，但是伊的生命故事佫较感动人所以咱迄天毋是若听到伊歌声的献唱以外，伊嘛要做见证就对。所以咱伫2月16等于一个福音主日福音主日请这位江玉金老师伫咱中间2场礼拜中间来做见证。所以我鼓励兄弟迄天毋通欠息，而且邀请朋友可能一寡未信者也是无道友，欢迎因来参加来做伙领受咱来期待，也为着即个时间来祈祷。佫一个就是咱有邀请到咱的即个孙宝玲教授拄伊伫台南西洋医咧上咧教册所以咱的惠琪执事足认真咧特别安排即位老师来咱教会开课就对啦所以要伫即个周报有写3月初6开始，有拢总10礼拜的时间，要做招咱做来研读即个约翰福音这是真讲足扎实的就对啦所以去年前年足侪人报名，毋茫即摆因为可能时间会较早小可，6点半就要开始所以咱若迄天要参加研习的兄弟，可能较早若下班袂赴来教会食1点流质的嘛袂要紧若无就较早食暗顿来参加，拢总10礼拜拢总10礼拜安尼最后即个消息即个消息就是伫咱的侪课程中间咱踊跃鼓励来参加，特别拄则有讲到，咱讲今日周报迄个周报页的即个更新有一位姊妹所写的一篇文章，即个阿如姐妹这篇文章
伊是安那，这篇文章甲咱介绍呢，伊就是参加咱教会这线顶的课程啦，就是关怀吼关怀的智慧的抉择，是有关婚姻的问题，拄着困难要安怎处理吼，伊上了得到帮助所写的一篇见证，咱伫咱的即个更新周刊内底，咱会让来甲看，伫遐来做真好的学习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吼，咱会记哩咯吼，咱拜三春节，新春的头一个早起，咱是9点伫教会举行即个新春的感恩礼拜，用安尼甲咱提醒，多谢。请起立，同心来吟上吟诗歌，吟诗煞请夏牧师祝祷。主人爱甲你同在，个人理下所在，愿主人你心心的安宁。即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施恩、保守甲看顾，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密道来避讳。咱第一顿礼拜到这，请咱兄弟互相请安。